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9号。这一期我们繼續聊一聊波斯，聊一聊中東，聊一聊伊朗。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41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41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二穆杰塔巴音信全无人間蒸發的第41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伊真正的離開伊朗，離開這片他一刻也不願意分離的這個領土。哈梅內伊和他的祖國一刻也不想分離，但是今天應該算是第一天，因為伊朗的國喪日這個哀悼日結束了，哈梅內伊這一篇在伊朗就算是翻過去了，哈梅內伊徹底的算是離開了伊朗。美國和伊朗這個停火協議正可謂是一波三折，還沒有消停幾個小時，霍爾木茲海峽好像也沒有正常幾個小時。我看媒體報道，一共沒有放過去幾隻船，現在又出現波折，出現變數。什麼原因？這中間還是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就在美國、伊朗為停火這個事互相還在扯皮，也就是誰給誰跪下了。川黑認為是特朗普跪下了，特朗普失敗了，特朗普逃跑了。當然了，這個伊朗也是這麼認為的。胡一靜老師也這麼認為，但是特朗普認為是伊朗完敗，伊朗跪下求饒。正當大家在為這個扯皮的時候，那邊以色列叫人狠話不多，直接就上手，發動了對黎巴嫩真主黨這是最大規模的一次轟炸。根據黎巴嫩公共衛生部統計，以色列4月8號大規模空襲致黎巴嫩89死，722人受傷，並且在過去24小時以色列炸死了很多黎巴嫩的真主黨的高官。對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當地時間4月8日發表聲明說，如果以色列針對黎巴嫩的襲擊不立即停止，革命衛隊將對本地區侵略者做出令其後悔的回應。聲明指責以色列在停火協議達成僅數小時後便殘暴殺戮包括兒童和婦女在內黎巴嫩無辜民眾，在貝魯特發動野蠻屠殺。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司令穆薩維表示，攻擊黎巴嫩真主黨的就等於攻擊伊朗。革命衛隊正準備對侵略者的野蠻罪行做出沉重回擊。根據央視報道說，總台記者獲悉，當地時間8日，霍爾木茲海峽已再次關閉。據海上交通追蹤系統數據顯示，原本駛向霍爾木茲海峽出口處的油輪在阿曼穆桑代姆半島海岸附近突然改變航向，在完成180度掉頭後返回波斯灣深處。據此前消息，在以色列襲擊黎巴嫩之後，伊朗叫停了霍爾木茲海峽的油輪通行。所以說，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停火協議可以說叫橫生變數，一波三折。那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為什麼要轟炸黎巴嫩真主黨呢？所以現在就是眾說紛紜，各執一詞。內塔尼亞胡說，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停火協議不包含黎巴嫩，以色列也加入這個停火協議，僅僅針對伊朗和中東，伊朗對中東和以色列，這裡面都不包含黎巴嫩。而特朗普在8號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說，美伊2週的停火不包括黎巴嫩和真主黨。萬斯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也說，這裡面就沒有真主黨什麼事。也就是說，以色列跟真主黨之間的這個恩怨，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不要在美國和伊朗停火協議裡面摻和。但是伊朗人他堅稱停火協議是包含黎巴嫩真主黨的，那是我的兄弟。那麼我們看這個中間人呢，巴基斯坦的總理謝里夫是怎麼說的？謝里夫說，衝突地區有少數地方報告了違反停火的事件，這破壞了和平進程的精神。我真誠地敦促所有各方按照約定保持克制，並尊重為期2週的停火協議，以便外交能夠發揮主導作用，推動衝突和平解決。當地時間8日，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在其個人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指出在伊朗與美國開始談判前，伊方10項停戰條款裡3項關鍵條款已遭違反。卡利巴夫
表示，他說我們對美國向来抱有深深的不信任，這源於其一再違反各種形式的承諾。卡利巴夫表示如美總統特朗普此前明確表示的那樣，伊朗提出的10點計劃是開展談判的可行基礎，也是談判的主要框架。然而，截至目前，該方案中的3項條款已遭到違反，也就是還沒談判，3項條款已經遭到踐踏。卡利巴夫說，第一個10點計劃中的第1條遭到違反，關於黎巴嫩停火，這一承諾也被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明確提及，並宣布包括黎巴嫩及其他地區在內的所有地方立即停火，並立即生效。那以色列对黎巴嫩是發起了最大規模的一次打擊，這個引起了伊朗不滿，伊朗威脅要退出停火協議，不僅是要關閉霍爾木茲海峽，還要退出這個停火協議。卡列巴夫說，一架無人機侵入伊朗領空，並在法爾斯省拉爾市被擊毀，這明顯違反了禁止進一步侵犯伊朗領空的條款。第三個，否認伊朗享有鈾濃縮權利，而該權利是10點計劃中的第6條款項。如今，這一談判基礎框架在以美談判尚未開始前就已被公然違反。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停火和談判都沒有意義。所以說，美國伊朗的談判可以說是一波三折，在這所謂的2周裡面，隨時可能會再次大打出手，哪一天不知道，完全看特朗普的心情。所以說，今天資本市场也是上蹿下跳，昨天暴漲，今天好像又都在下跌。也根据媒体報道說，就在停火宣布之前，内塔尼亞胡和特朗普通了個電話，在這個談話中，兩人就敲定了，就算跟伊朗的停火生效，以色列照樣可以在黎巴嫩繼續進行軍事行動。根據美國官員的說法，白宮覺得黎巴嫩這邊持續打擊不至於讓跟伊朗的停火協議崩盤，這是美國媒體報道的。《華爾街日報》報道說，阿拉伯調解人透露，伊朗已通知調解方，將把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數量限制在每天12艘左右，並收取通行費。那這個跟特朗普要求的是霍爾木茲海峽通行毫無障礙，完全通行，顯然也不一致。4月8日，特朗普他又說，如果美國同伊朗談判不順，美方能輕易恢復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而伊朗的最高領袖軍事顧問叫穆赫辛雷扎伊8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伊朗武裝部隊的手仍扣在扳机上，直到伊朗國家利益得到充分保障。雷扎伊说，美国总統特朗普最終被迫接受伊朗10項停戰條款作為談判基礎，這要歸功於伊朗人民的頑強抵抗、英勇的軍隊以及最高領袖的有力策略。而美國的戰爭部部長豪克塞斯4月8號他說，美國已完成目標設定，也就是說要炸哪些地方都已經鎖定了， IP 標經緯度都有了，處於鎖定並裝填待發的實戰準備狀態。也就是這邊只要一聲令下，那邊伊朗這些被鎖定的地方就已經變成廢墟。豪克塞斯說，正是這種高強度的軍事威懾迫使伊朗表態希望達成協議。儘管特朗普隨後因雙方同意暫停行動2周而撤回了立即打擊的威脅，但豪克塞斯強調美軍將繼續駐紮該地區以確保協議執行。華爾街日報還說，他說中東的一些官員認為，儘管兩國已達成停火協議，但美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仍極有可能再度爆發，而且規模會更大。實際上，我覺得以色列打擊黎巴嫩的真主黨雖然表面上違反了停火協議，但這個不足以真正的讓霍爾木茲海峽關閉，讓伊朗退出和談。伊朗現在這種反應也是做做樣子，給他的這些小兄弟看，就大哥給你爭取了，沒辦法，你看我們也威脅了，而且這個伊朗也隨即向以色列發射了導彈，只是打哪兒了不知道，反正发射了，毫不客氣，無非就是安撫一下黎巴嫩的真主黨，同時也讓胡塞武裝什麼
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等等，不至於心寒。大哥現在雖然自己被打得鼻青臉腫，但是還爭取為小弟們謀一個未來，盡量給小弟們提供一些庇護，就這麼一個表態，這個姿態。所以伊朗的議長卡利巴夫說的，他說美國已經違反了3條，實際上最核心的一條就是核武器濃縮鈾。關於這一條，伊朗人他對伊朗國內是用波斯語發的10點，這個叫和平談判，但是給特朗普發的是另外10條，是英文版的。特朗普已經絮絮叨叨的把3版協議，萬斯也講了，伊朗人跟美国人之間有3版協議。第一版是說是 ChatGPT 寫的，這是万斯說的，說發給了维特科夫，维特科夫很生气，直接把它扔到垃圾桶了。但是美国媒体報道的就是這一版，这是 ChatGPT 寫的。第2版應該是說美國人寫的，維特科夫他們往來。第3版就是最後一版，伊朗的10點建議，咱們已經介紹過了。如果願意看，自己可以在網上搜着看。我就發現有一些小窗黑，也不知道是腦子有病還是怎么着。因為咱們這節目每天都講，我不能說把前20天的節目在這再講一遍。你要麼你就連續看，你不連續看你就不要評論。這個10條我在前面節目已經介紹過了，波斯語和英語的。有些傻叉，他就看了後面節目，他就問你怎麼不介紹一下這10條？這種缺心眼的，確實這些人談判都是一些大寶貝，自以為是慣了。或許你在別的頻道下面或者 UP 主下面，別人會拿你當個事兒，但是在我這兒不行，你愛看不看，不看就滾，沒人把你怎麼着，你願意看就看。還有一些傻叉動不動提要求的，什麼不能叫老師，你說哪個嘚，你管我怎麼稱呼？這缺心眼的。這個伊朗人搞了個波斯語的10條，那他波斯語10條裡面就要堅持要搞核武器，有濃縮鈾的權利，這意思直接就被特朗普打臉了。特朗普因為看中了沒有核，沒有濃縮鈾，但是伊朗人這一手，畢竟因為現在都是信息社會，你搞內外兩套，很快就被戳破了。所以伊朗國內現在我看有很多視頻，伊朗國內很多人談判已經受不了了，紛紛昨天接到這談判有2波人，一波談判是熱烈慶祝美國投降，伊朗完勝，因為他們相信了伊朗政府提供的波斯語的10條建議，那裡面是有什麼濃縮鈾，什麼伊朗的主權等等。但是也有一波伊朗人談判，他們能夠翻牆，他們能看到英文版的，能看到特朗普在說啥，能看到萬斯在說啥，所以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了愚弄。所以這一波談判舉着伊朗的國旗啊，在伊朗到處遊行示威聚眾，在那兒評論政府的這個10條是投降賣國。許多人公開稱談判和停火為背叛和恥辱，認為政權必須對抗以色列和美國，而不是妥協。人群中就開始喊口號，就是大罵這個談判代表。現在特朗普、美國人包括巴基斯坦好像基本上都鎖定了談判代表，這個伊朗的代表就是議長卡利巴夫。所以說伊朗的很多談判強硬派開始高喊卡利巴夫去死，卡利巴夫你這個雜種，談判就是背叛，談判就是嚴重的違法行為。所以卡利巴夫只好又跑出來說話，說這個美國人違反了這個3條，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濃縮鈾核武器。美伊停火後，伊朗政權所謂強硬派支持者上街示威，高喊殺死妥協者。他們開始侮辱新任最高領袖莫杰塔巴，稱他為懦夫，因為他同意停火協議。他們不接受政權的我們贏了的敘事，因為伊朗政府宣傳是經伊朗安全委員會同意，又經這個最高領袖穆杰塔巴批准，所以同意跟美國進行談判。伊朗的強硬派上街開始遊行，因為他們反對談判。這讓我想起了印度，印度是一個什麼運動？青年運動是吧？火燒趙家樓。我舉這例子什麼意思？也就是說，有的時候你在外面談判，在國內他一宣傳，那國內的人他不一定理解。有的時候實際上對伊朗是有利的，但是極端分子他認為這個叫擅傳辱國，是吧？把一個本來有利的條款搞到最後不了了之，過高的估計自己的實力，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最後連對自己有利的那些也不能保住。確實這樣，很遺憾。特朗普他對媒體說，他說美國要與伊朗密切合作，我們已經確定了伊朗
已經完成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更迭，他就認為伊朗是政權更迭了，不會再有鈾濃縮活動。美國將與伊朗合作，挖掘並清除所有深埋地下的塵埃，也就是去年 B-2轟炸機炸的作孽彈炸的那些濃縮鈾400多公斤的，應該可能還埋在廢墟裡面，它叫什麼塵埃。現在並且一直它都處於非常嚴格的衛星監視之下，自襲擊發生之日起，沒有任何東西被觸碰過，也就是從去年被炸到現在一直被塵封在地下，這個美國的衛星實時監控，到現在沒有被移動的跡象。但是我們正在並繼續與伊朗討論關稅和制裁的減免問題，15點中的許多點已達成一致。所以說我說的核心矛盾是現在是鈾濃縮問題。在特朗普看来，這個400多公斤的鈾要移出伊朗。那麼這個以色列的總理內塔尼亞胡他說，濃縮要麼通過協議從伊朗移出，要麼通過恢復戰鬥從伊朗移出。我給翻譯一下，要麼伊朗你老老實實把它交出來，你要不交出來我們就自己拿，這意思。所以從伊朗國內的反應，從卡利巴夫的這個講話，我認為他們談判很難談成。為什麼？因為美國以色列很明確，不僅要把你的鈾濃縮鈾給拿走，而且要徹底的讓你沒有辦法再去搞什麼核武器，搞鈾濃縮。而這一條一旦在伊朗國內一公布，因為你沒辦法隱瞞，畢竟伊朗內部還很多人他能翻牆，他能看到這個特朗普說了啥，萬斯說了啥，甚至印度的談判說啥，他們也能看到啊。所以他們肯定不能答应。誰敢做这個伊朗的李鴻章？在目前這個狀況下，誰不怕被燒，對不對？火燒趙家樓，保不齊的也再來一次。除非伊朗國內的革命衛隊勢力被去掉了。所以我認為特朗普對伊朗的打擊還沒有到位，所以這個時候談判不是最好時機，沒有意義。最好是把哈爾科島一占，讓伊朗先餓他3個月。伊斯蘭革命衛隊沒錢，幾個月發不出工資，崩潰了。這個時候再談判，再解除制裁，再給他們把以前凍結的錢給一批，更容易達到這個叫零濃縮、無核化的這種目標。現在，所以我操之過急，有點早了。內塔尼亞胡說，伊朗從未如此虛弱，以色列從未如此強大，我們仍有目標需要完成，我們將實現它們，我們隨時準備恢復戰鬥，我們的手指扣在扳機上。伊朗人也說，我們的手指從來沒離開過這個扳機。內塔尼亞胡說，我們的手指就放在扳機上面。這不是戰役的結束，美國與伊朗的停火是以色列協調的，談判是我們實現目標途中的一個階段。停火不包括真主黨，我們已經摧毀了伊朗的導彈生產能力。我們再看看霍爾木茲海峽收費的問題。這個4月9號，伊朗學生通訊社當地時間9日凌晨的消息說，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發表聲明說，受近期戰爭影響，霍爾木茲海峽主要交通區可能存在反艦水雷，計劃通過海峽的船舶應與革命衛隊海軍進行協調，並按其設定的替代路線通行，以免觸碰水雷。伊朗港口和海事組織8日公布霍爾木茲海峽水域安全航路圖，告知往來船只遵守航運安全原則，避免觸雷。那麼根據《金融時報》報道說，伊朗要求每桶過境石油支付1美元，以加密貨幣支付。另據報道，停火後首艘油輪已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每天約有1500萬至2000萬桶石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每天可帶來高達1500万至2000萬美元的收入。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產品出口商協會發言人哈米德·侯賽尼周三告訴英國《金融時報》說，伊朗希望向所有通過的油輪收取通行費，並對每艘船進行評估。他表示，通行費為每桶石油1美元，並補充說，空載油輪可以自由通行，也就是你只要拉了石油，那就是1桶1美元。侯赛尼表示，每艘油輪必須通过電子郵件向伊朗當局報告其貨物信息，之後伊朗
將告知其須以數字貨幣支付的通行費。對此，特朗普怎麼說的呢？記者昨天問特朗普說，他是否接受伊朗人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所有船只收取過路費。結果特朗普說，可能會有一個美伊聯合企業來收取過路費，我們正在考慮將其作為一家合資企業來做，這是一種保障他的方式，同時也防止其他人染指。這個事情就讓谈判比較尷尬了。这談判是舉雙手贊成，鼓勵伊朗在那兒攔路收費的，認為這是對美國的重大打擊。那現在好了，一個伊朗要收費，1桶油1美元，完了之後要加密貨幣，不要人民幣。這不是前面不是說收人民幣嗎？這伊朗人翻臉比翻書還快。這第一個讓人很尷尬，不知道谈判怎麼解釋，胡一金老師怎麼解釋這個事情，能不能接受？第二個，你說收費就收費，最後有可能是美國人也來收費，跟伊朗一起收費。你說本來说收費是針對美國人的，結果美國人自己也跑來收費，那你說到底針對誰？這個談判天天鼓捣伊朗革命衛隊，結果是搬起石頭不知道砸了誰的腳。不過4月8號，阿曼的交通、通信和信息技術大臣馬瓦利，他在協商會議上表示，阿曼已簽署與國際海運相關的協議。根據協議規定，霍爾木茲海峽為天然航道，不能對通行船只徵收費用。他還指出，目前阿曼外交部正就相關問題同各方進行溝通協商。主航道在阿曼這邊，阿曼都不收費，伊朗還要攔着收費，談判還支持伊朗收費，這下真的是搬起石頭砸了談判的腳。說這個石油公司正在悄然抵制特朗普的伊朗和平計劃。石油行業代表反對允許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徵稅的提議。這是美國政客報道，高官們正在聯繫白宮、盧比奧和萬斯。一位行業顧問表示，我們之前並不需要這樣做，我相信我們已經贏得了戰爭。也就是說，特朗普你宣稱贏得了戰爭，你怎麼還跑到這兒來收費呢？更不能允許伊朗收費。高官們警告稱，每批貨物增加200萬至250萬美元的費用，加上更高的保險成本，將推高全球油價，甚至可能使公司面臨違反制裁的風險。他們已向盧比奧和萬斯等美國官員提出這些擔憂，儘管政府似乎願意考慮伊朗的提議。不過比較蹊蹺的是，沙特的東西管道以及該國其他設施在當地時間周三下午1點遭到伊朗無人機的襲擊，一個泵站受損。該管道使沙特阿拉伯能夠在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的情況下繼續出口石油。該管道的總輸送能力為每天700萬桶，其中200萬桶用於國內煉油廠，其餘500萬桶輸送至紅海的鹽部出口碼頭。也就是說，伊朗用無人機炸沙特的其他的石油管道，讓你不得不從霍爾木茲海峽走，你都得交錢。伊朗軍方消息人士稱，昨天阿联酋的幻影2000戰機參與了當天對拉萬島煉油廠的襲擊。報道還稱，美國已告知伊朗，這些襲擊與美國或以色列無關。什麼意思？阿聯酋居然出動部隊，出動幻影戰機，摧毀伊朗在波斯灣叫西里島上的石油設施視頻。那麼伊朗也向阿聯酋發射大量的導彈。你說這不就是按下葫蘆起了瓢嗎？美國和伊朗停火，但是阿聯酋、沙特跟伊朗這時候打起來了。阿聯酋跟伊朗好像有領土爭端，波斯灣有些島，阿聯酋聲稱他們有主權，但是這些島被伊朗占着的。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他說伊朗官媒宣稱，伊朗民眾組人鏈肉盾保護發電廠。伊朗政府通過網絡和短信發起一項全國範圍的人鏈招募活動，這是政府和官方組織的。官方稱已有超過1400萬人加入，目前尚無法核實這一數字或實際參與人數，但伊朗媒體初步發布的照片顯示，每個地點有數十人參與。也就是說，伊朗政府招募號召伊朗老百姓到大橋上拉着橫幅，到電廠拉着橫幅在那站着，因為特朗普不是說要炸橋，大橋日和電廠日全炸掉，伊朗政府組織老百姓站在那兒，
看你特朗普敢不敢炸。这个我就看网上有没有装货谴責這個毛拉政權，結果沒有，好像都是在黑特朗普的比較多。就按理來說，以我們現在的眼光，那不管你是在牆外還是牆內，都是人命至上，生命至上，對吧？這個應該大家耳朵都聽出繭子了吧？尤其是口罩期間，是不是啊？什麼叫生命至上，人命至上？伊朗的老百姓，波斯人，無論他是自發的還是怎麼着，他們那一定有人自發，不能排除。他們跑到大橋上，跑到這個電廠那兒站着，以自己的肉身來保護這些資產。怎麼說？如果他是自發的，你也不好說什麼。但是作為物業，作為毛拉，應該做什麼？你應該是疏散，你應該把這些牛馬的趕走。這地方危險，這個美國的炮彈都不眨眼，它真炸死了怎麼辦？所以作為物業，作為毛拉，你應該是不是組織人去在那站着，而是疏散、勸退，甚至開槍警告，讓他們趕緊離開，這地方危險。物業的經理應該走到那兒去，或者是高管去勸退那些牛馬，這個才符合當下的這種價值觀吧。你物業，你是為業主服務的，業主想不開在那兒要保護，那你是物業說這危險，我們一定要躲到這個。你看以色列到處挖防空洞，內塔尼亞胡天天抱怨說，你們說這個以色列人這個導彈警報一響，你們也不往那個防空洞跑，還在大街上溜達，多危險。物業應該這樣，是吧？你只要警報一響，你趕緊就躲到安全的地方，而不是站在那個人家要轟炸的目標那個地方。你這個敘事就容易讓其他的國家一看，你這個物業就是個邪惡的，該打。特朗普炸沒毛病，對的。所以說毛拉啊，它主要是長期的這種封閉的這種統治，是劣幣逐良幣，真正的人才恐怕都被排擠或者關起來了，或者是已經肉體消滅了，剩下的都是那些越來越蠢。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物業的經理高管應該走到橋頭，走到這個電廠那兒，這個要攝像機去把它錄下來。這些高管在那兒懇求群眾趕緊散開，趕緊回去，你們還年輕，你們是8、9點的太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以後國家重建還需要你們。把西方的媒體一發，那不要說別的國家了，美國國內就有很多人開始罵特朗普了。你看你幹了什麼事？你看人家物業多好，哪裡邪惡了？人家心繫群眾的安危，始終在他們的心頭，哪裡邪惡了嗎？所以說你這個特朗普，你出兵，你打這個毛拉部隊，那特朗普的壓力就大了。只要有1%的人觀念被你吸引過來了，反特朗普，那特朗普在這個中期選舉就是個大麻煩。支持特朗普打毛拉和反對特朗普打毛拉的應該是差距不大，也肯定是勢均力敵。這個時候如果你毛拉通過這種宣傳拉攏了一批美國的這些本來是他們支持特朗普打擊伊朗的，你這樣分化一批就行了，此消彼長，這些人就叫天平就倒向反對打擊伊朗的，那特朗普壓力就大了。特朗普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怕這個到時候美國人反對他，不給他投票。但是很遺憾，毛拉政權他反向操作，他反而還強化，顯示這個你看看我們的人心多奇，你越這樣整，連歐洲那些白左，連歐盟連人都看不過去了，覺得你這個太邪惡啊，沒法幫你說話，連印度都覺得你這個太不着調了，想幫你說兩句是吧？都沒法洗，只有胡錫進老師喜歡感動，所以這就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毛拉政權它已經完全退化。本來這是個好的這個叫什麼反向宣傳的一個機會，也展現自己物業的這種形象。我不是那種政教合一那種邪惡的政權，我是非常關心波斯人的安危的。你們那些美西方媒體天天妖魔化這個毛拉政權是吧？這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宣傳機會嗎？結果佩塞西講還說，還卡利巴夫居然跳出來說算我一個，我也要為此付出生命，也就越讓人感覺物業的邪惡。但是還有那麼多穿黑，是不是？為什麼還那麼多人反對建國同志打毛拉？毛拉不夠邪惡嗎？所以這些裝貨會不會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電廠或者是橋頭站着？不知道這些裝貨到時候會怎麼選擇？也是憐憫把自己或者孩子站那兒，還是連夜剃頭跑路？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